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清水一间人家厝火烧厝，一家口5个人，这爸爸妈妈不幸来死亡。读高中的3兄妹啊，互烟砸到昏去。警消初步研判，导火点伫1楼的客厅。讲这对爸爸妈妈可能是为着要救生，当咧困的这个后生查囝，所以第一时间无来逃命，抓去用烟来砸死。啊，平常时啊，带做伙的阿公阿嬷拄啊好出国去游览，逃过一劫。但是，2位老大人刷落来，要面对真残酷的事实。这个后生新妇死亡，甲3个孙仔来插讲。对大火中捡回一命，3兄妹啊，虽然身上无明显的烧伤，不过受伤侪乌烟，严重击伤昏迷，目前也伫插讲治疗。不要担心课业，因为这个学校呢，未来也会好好给他们补课。18岁哥哥被救的时阵意识清楚，目前生命现象稳定。17岁妹妹呢，伊目前的意识是无清楚，还搁伫加护病房观察。另外15岁弟弟恢复部分的意识，还搁伫加护病房治疗。伊的脑部是毋是造成后遗症，还搁需要观察。因拢读同一间高中，哥哥今年通过大学第1阶段的甄试，还搁甲弟弟做伙做学校的环保义工。这2个男生其实相当的热心公益，他们也是学校环保义工队的干部，好，那长期的投入环保义工的工作。一个靠原本真好乐，爸爸伫工业区上班，妈妈是工厂的作业员。当时父母原本有机会对阳台逃生，技术为着要救醒咧困的后生查囝，怎叫乌烟击死？平常时带做伙阿公阿嬷是伫夜车摆档，火警发生的时阵好出国旅游，逃过一劫。警方调查，导火点是伫1楼的客厅，疑似电线烧破电造成悲剧。3名受伤的子女未来可能由阿公阿嬷请养，社会局会透过灾害救助金协助家属暂时渡过难关。